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eph， 歡迎收睇 Inno Life Channel。今日咧，我哋試下咧由愛秩序灣啦跑東岸板道啦，然之後咧去到最尾堅尼地城，咁睇下咧成條跑道13K 係點樣嘅。咁希望咧沿途拍咗啲片俾大家睇下啦，睇下咧感受下呢條跑道係點樣。然之後咧大家有興趣咧可以過嚟跑下。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咧又係我嘅大舅 Eric， 咁咧我哋咧就由呢度愛秩序灣開始跑，咁啊呢個美美咁啊跑過去到堅尼地城，咁啊試一試呢條跑道。Ready 未啊？我哋出發噶咯。出發 Go go go！ 緊張。咁你一開始咧就係有個地方嚟跑好多船嘅，其實沿岸都好多人喺度跑步。咁頭先咧我哋就喺東岸板道近住北角嗰邊個出口嗰度啦，咁開始跑過嚟嘅，跑到呢度愛秩序灣開始。咁啊，所以咧咁咪直接由愛秩序灣呢邊最尾開始跑過去，睇下成條路係點嘅。咁愛秩序灣咧跑過嚟啦，就會到前面嘉亨灣。咁穿過嘉亨灣咧，可以經過下低嗰個巴士總站。咁又跑到嚟鰂魚涌公園啦。咁啊，繼續沿岸嚟到跑啦。咁啊，中間有啲康樂嘅設施，大家可以休息下，去下廁所。咁啊，沿住海皮嗰邊直接跑過去啦。跑過咧就係北角嘅東岸板道嘅東邊，即係新開嗰邊。穿過頭先嗰條細細地嘅窄路，又出返嚟海濱呢邊啦。咁咧喺側邊海濱去到尾咧，就要出返嚟，要跑少少馬路。呢度咧就係東岸板道東邊嘅開始，咁啊過咗鰂魚涌公園咧，出嚟就係噶啦。咁呢一段咧就係新開嗰一段啦。咁咧設施係同另外一邊差唔多嘅，咁啊都喺橋底度啦，起一條反道嚟到去讓市民啦可以喺當中跑步或者踩單車。唔知咩驚大家肚餓啦？呢度間咧華御結，大家可以買飯團嚟食下。咁到咗咧呢個透明玻璃橋嘅位置，如果要入去咧，就要着鞋套先入得到。咁啊，有啲人排緊隊啦。呢度咧，另外一個出口可以出去嘅。咁啊，裏面唔知起緊啲咩，應該係條橋嚟嘅。跑去咧，到咗咧東岸板道嘅出口啦。跑咧就過到嚟呢個往觀塘嘅北角碼頭。呢個咧係郵輪嘅碼頭，即係夜晚黑咧俾錢200-300蚊，然之後遊維港嘅郵輪嘅碼頭。前面咧就係東岸板道嘅西段入口，咁啊之前呢一段都開咗一段時間，我諗大家都熟悉嘅。買支嘢出嚟，碼頭邊我睇下先。
過咗外面海皮嗰邊啦，咁啊而家咧去翻橋底裏面啦。咁啊分開咗上下兩層咁咯。咁呢度就上面嗰個跑道，下底咧就係我哋俾人哋坐下觀下景嘅地方。中間有啲遊戲嘅設施，係俾小朋友捐下山窿啊，有踩下單車啊。野餐一流，而家跑到東岸板道嘅西段，應該最尾嘅位置啦。呢嚿係咩嚟㗎？係咪隧道口嗰個通風口定有錯記啫？係。使唔使影張相？好。呢度有啲可以曬日光浴嘅地方，可以咧帶本書坐喺度睇下、hea下，係啦，扮文青。咁跑到呢個位置咧，我哋要出翻馬路，經過翻消防局，然之後先再去翻灣仔會展嗰邊。經過消防局，然之後再繼續向前跑，跑到呢度咧，差唔多近香港遊艇會。咁我哋咧沿住屋側邊嗰度跑，咁啊經過呢個景觀會所。咁啊，經過紅隧入口啦，跑到咧就嚟近到灣仔呢邊啦。咁呢邊又係另一個可以有休憩嘅地方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喺呢度去廁所啊、買飲嘅。咁呢度有啲可以大家坐下船仔，有休息下嘅地方，有啲鴨船。咁啊，前面有個港鐵嘅列車模型，可以過去度打下卡先。咁啊，參觀下呢個列車。The next station is Harbour Station。無人列車。唔覺已經跑咗11K 啦。頭先喺港鐵個模型嗰度打完卡，咁而家繼續去會展嘅方向跑過去。有邊個啊？喺 AIA 摩天輪位置，咁啊跑到嚟中環碼頭呢邊啦，咁啊唞下氣先。有人頭先喺度當呢條路跑，唉，救命啊！咁我哋繼續咧就沿住呢個碼頭旁邊嗰度嚟到跑，咁啊繼續去上環嘅方向。喺度最後愉景灣嘅碼頭，咁我哋繼續向前跑落去。跑下跑到去到
中山紀念公園啦。咁啊，13公里都差唔多去到11公里度啦。咁而家去到西營海濱公園啦。其實咧好多個公園連埋一齊咧，就成呢個13K 嘅跑步路線。有啲好 Q 嘅田椅啊！同埋一條好長嘅上樓梯，好得意啊！有啲氣囊嘅、硬硬床嘅山丘仔俾小朋友玩嘅，好似一個充咗氣嘅雲咁樣喺上面，俾啲小朋友跳下跳下，去放下電。咁去到呢個位都會有啲飲水機廁所嘅，大家有需要可以喺呢度去。啱跑過咗乙類統營處，咁而家出返嚟路。咁而家跑到再另外一個位置。嚟到差唔多尾啦，最後1K 度嘅位置。全場13K 已經跑晒啦，13K 嘅跑步路線咧，大家希望都可以睇咗之後咧，知道點樣跑。咁而家咧呢度最尾就係堅尼地城最尾海旁嘅位置。咁啊，前面有啲打卡位嘅，一陣間可能都打下卡。咁啊，今日都唔算辛苦㗎啦，都算跑得係輕鬆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呢個頻道啦，繼續睇下我呢個跑步嘅 channel。咁啊，睇下咩新嘅題材都為大家咧嚟到去提供。咁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 ，like 記得撳埋個鈴鈴鐘，有咩新嘅info咧都可以通知大家。拜拜。